200万，面顶个指名倒胜利。咱的，哎呦，我记你遐久，也买200万机票是啥款？到底行？喂，恁翁仔某先万请欢喜的啦。迄内底还有一张批，啊恁看卖啊者，啊我无用，啊我先来走。啊我先来，嗨。我行，我行。嗨。这面顶有写讲，我知影恁是一定热心的人士，这代表着我一点仔心意，请恁收起来。这个钱就是要互倒胜利。甲分寸，还阁有高群，我参一个，叫做5嘴5。哎呀，不好啦！哎呦，对啊，不你是念了一大摊，你念过你这么200万，我都叫人家剩50万尔。哎呦，迄是倒一个好心的人安尼，含话有。哦，这是小弟啊！喂，我这个心脏吼，我应该叫要定去。哦，啊，刚是在作品嘛？来，八块听无？8块哦，会听无？哦，真听！我你搞8块，安尼哦。会听无？哦，会听。咱就是明白的啦。甲恁讲啦，恁免安尼扒来扒去啦。迄批写甲足明的啊，迄钱就是要互恁的啊，毋是咧面盲啊。就是安尼。哎呦，50万咯！我吼今仔日有影相喜临门呢，叫贼仔偷摕去的物件，我找倒转来，算落去，阁有人送50万要互我，这叫做吼人2脚钱4脚啦，这都爱钱要约我才会紧啦。我不是啊，对，妈咪啊，毋对，哪毋对？哪有可能讲人无代无志摕50万互你，啊，怎若准你共收这个钱，出代志你敢要共负责？哎呀，袂啦，要哪有代志？迄批写甲足明的啊，就是讲恁这阵人吼，拢足热心的，拢足爱共帮助的，伊遐的钱就是要甲恁奖励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。阿娇，即摆我有50万啊，我准备摕这50万呢来付恁阿兄医药费。因阿兄医药费啊60几万嘞，50万有够呢？那也无够，你看按啦，我有50万啊。阮小弟嘛有50万，大家起来100万，我通走咧。是大，拄则有讲过哦，迄分钱你有分，我嘛有分咯。你运你家己去用，我迄运哦，娶某要用的，莫得钱哦。好，免烧钱，我甲恁讲吼，阮哥哥医药费吼有人付啊。哎呀，有人有啊！赞，只剩50万，我独得。莫伤独特，我咧讲，面顶有指名，倒胜利，若无我因仔恁拢无得领。娇，想袂到讲因遐个人吼，拢遐尼老实，搁遐尼忠厚。你安尼凊彩甲讲2句话尔，因就相信你的话。对啊，因遐人我嘛足调直的，做老实的啊，我若讲安怎，因拢嘛相信。你看，娇，今仔阿兄做安尼，你有欢喜无？当然嘛欢喜，想话搁讲倒转来啦，咱共作做遐尼久啊，一个人50万，我感觉无超过啊。哎呀，大小姐，迄是董事长慷慨呢。若做是我哦，一人5万块就真多啊。迄是你的想法啦，那我的想法，甲你搁甲阮哥哥无共款，我一个人100万。100万哦！阿娇啊，阿兄开钱就咧讲啊吼，你搁比阿兄较讲呢哈。阿兄，你若袂记哦，财产我有1半了哦。这我知影，所以讲哦，你有开钱的权利，安尼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有开钱的权利，你有趁钱的责任。我有一项代志吼，要甲你讲，你毋知欠毋欠？哎呀，大小姐啊，董事长哦是上听你的呢，你只要开嘴，我相信董事长一定答应。对，总经理咧讲无毋对。你是阿兄的宝贝啊小妹，只要你要求产怀，阿兄逐项都答应。你讲的哈？来，我甲你讲。好。我即摆画图恁看，一个箍啊，这个一个鸡毛嘿，莫想要欠你哦。迄是我袂当出门去哦。出门用。哎呦，晓兴哦，安尼毋是办法啦哈！5个人十蕊目睭带遮甲伊安尼相对上吼，我看安尼啦，我这老的老婆丁，恁这少年的较当遐吼，规起这张交我保管，我摕来藏啦。歹势吼，
头家娘，喂，交互你保管吼，阮太袂安心咧。啊，当恁兜不是咧调查偷仔买来用钱？来来，我一份，阮小弟嘛一份，阮这边较大边，土地阮两个来保管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免你谁咧惊谁独吞啦！我甲恁讲啦，咱台底的啦，透早上有精神啦，若要真逐个来一看相真较厉害。来个，好啦，嘿，啊恁这阵人哪拢无爱困啊？哈？哎，你哪会这趣味哈？啊，大家毋困，今仔上这张支票。啊，着小毋让小毋，若要真逐个来真，我毋相信我会真输你啦。来，对，来个，好啦好啦，莫安尼好无？我甲你想一个办法，这张支票吼，就啊放到咱翠华姨的保险箱。好安尼好。要当。有支票，若无伊若无法度领；啊，有伊若无支票嘛无法度领。所以倒的，你的囡仔交代互我。嗯，有理。安尼有你就紧去困啊。哦，这阵人。哦，我实在有影哦，毋捌拄着，啊，拄我这两个兄弟啊，啊有房间毋入要困啦，哼，啊上届不输贵着这对人啊无，有厝毋转去困啦，啊甘愿住遮，啊无嘛讲遮倒遐搁看看，啊甘愿两翁仔某安尼夹夹规球住遐有影哦，不成不算，起来食早点啦，哎，食饭啊！来，支票。这边哪无快？恁两个摆在假哦，一定是利用阮翁仔某在困的时，恁单对支票夹来走点。你莫假哦，吼，绝对是恁老母团体。对对，一定恁摕呀。好啦，等你时啊搁困啊袂精神啊，毋是啦。啊，迄张支票昨昏阿娇毋是讲叫我保管摕去锁喺保险箱，你的囡仔才靠阿娇藏啊，你是啊？哟啊哟！你哦，你台湾了。啊，来，阿母，这放在中昼食，啊，这块放在阴暗食。来来来，哇，这个有灵。啦啦啦啦滴啦啦，对对对对对，嘿。哎，刚才恁表晓，啊，阮兄弟啊咧。哎呦，歹势歹势。一罐鸟要哪食啊？啊，一罐鸟。来，这两支互你。哎。哎，啊，我买的人煞无通食。善心真事的人拢爱有分场。是啊，翠啊，你等去煮糜啊。哦，真敢，我随啊随往啊。咱这年头做是多姓李的。多胜利哦！我本人啦。安那，是毋是有人要搁叫你摕200万来互我？毋是啊，我是兑换伊来。